上车的时候呢，会先教他先在原地练习。哦，眼睛看前面，肩膀放松，手肘弯曲，然后会告诉他这个是后轮刹车、前轮刹车，然后再练习说如何停车、回油，左手右手2只脚在下，先原地操作，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开始。就是我们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很容易会有挫折感，但在教练的指导下，给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通过那些关卡。停车再开那个标志很重要，就我们有些时候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停，但有些时候以为只要稍微减速没有人就直接过去，但实际上要完整停在那边，然后确认安全才能通过。最难是 U 字形的那个关卡，标志、标线还有号志，停车再开是直道，白虚线叫车道线，还有哪里要打方向灯，还有直线7秒平衡的重要性。交通部持续推动了考照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已经获得各界的肯定。那么几年下来，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那从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呢，我们可以发现到有训练的跟没有训练的，那么违规的部分呢，可以降低59%，肇事呢可以降低36%。那如果能够在考后再参加驾训2.0的这个道路训练，那么违规风险还可以再降低到64%，肇事的这个部分呢还可以降低到51%。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家知道暑期是很多学校放暑假，很多年轻朋友们他们都要靠汽机车来。那但机车的部分尤其特别危险，因为机车是肉包铁。那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推动这个骑乘机车戴安全嘛，但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是合法的骑乘机车。什么叫合法的骑乘机车？你没有驾照就是不合法的骑乘机车。但事实上，它这个考试不管是笔试或是路考，都是对你将来在公路上、道路上行驶机车非常重要的一些专业的训练。好，但是有驾照、有戴安全帽，最重要的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好，那这样子下去3支箭下去，你就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8月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9次临时会，市府应议会要求进行台南市风台的专案报告。会中议员除了不满市府的处理速度，加上台南治水到达开415亿，结果也阁是因甲密密麻麻要求检讨以外。国民党团嘛，为了加速赈灾、甲中建的速度，更请市府提拨6亿，将补助金的电付款来转入赈灾专户。面对这摆风台，台南严重受创，甲7月28接续大淹水的灾情，市府应议会邀请进行专案报告。对此无分灾区甲市区的议员，虽然肯定救灾辛苦，不过对着第一时间市府救灾安置的流程以及效率，拢认为相慢。同时嘛，争取相关地下室淹水的补助。另外，台南治水已经开415亿，不过也是因家密密麻麻，相当不满。区公所安置多少人？社会局安置多少人？有清楚的报告。多少人？7月7号。7月7号我们街友就安置了32位。区公所安置多少人？区公所开设的一开始开设好像只有2个，然后每天都增加，每天都改变。32位很多嘛？我们后壁区公所第1大队在7月7号，我们7月6号前进那一天就救了9个人出来，8个人安置。看来你32个人里面，后壁区公所帮你占了8个。那么大的雨，时雨量破100，又造成已经还没有整理好的家园，因为这个水灾造成大家真的是密密麻麻，连市区，我想连8月2号的这个下雨，连市区都是淹得乱七八糟，然后没有看过淹成这样子，然后那
很多的民众在反映地下室的部分淹水很严重。那不管是机电也好，或者是很多的他的生产器具、他家里的用品也好，都在地下室。这个部分未来有没有可能纳入补助的范围？市长这个部分也要请再来做一个评估。后来过来嘞，再二次伤害，我是直接要求恁爱整套的，它的灾后重建爱规头做好。为什么我们已经几百亿的治水预算了，一旦有风灾，一旦有暴雨，台南市仍然是灾情满满？另外，为了加速灾区赈灾重建的速度，议会国民党团嘛建请市府提拨6亿的将补助费垫付款，来转移重大灾害赈灾专户。0206上款作为改为重大灾害专户，南西地东甲2、3乡镇，伊个开7亿外，即届丹老师台风10几乡镇，较剩100，纵使无看过有1亿，才2亿8。你甲想10几乡镇的丹老师台风，叫后边的水灾，7288、812号的水灾，你拿这个专户才100出来，百姓绝对不满意。对于国民党团议员先进的提案我们予以尊重啊，但是就是说整个部分必须符合预算法的相关规定。那对于奖补助的钱，可不可以流进基金会来做更大幅度的使用？这个也必须要跟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来这个接洽来询问，那取得函释。基本上其实中央这次对于这次的风灾还有水灾所造的这个补助事实上远大于这个部分而且光是屋顶修缮或是说相关的这个部分其实中央赈灾基金会给予的经费也相当多，而且更快。所以说，是不是需要在实务上，在法规上，我们都要寻求一定的合法合规的解释。议员汇集市民的心声，除了希望市府加速灾后复原，也强调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阵，而是面对愈来愈频繁的极端气候，市府如何应对？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面对这摆风雨对台南严重的灾情，甲后续救灾重建的过程，台南市议会特别制作一支影片，伫议会临时会报上，除了予在场议员感动甲议长屈丽丽嘛，因为情绪强讲不出话，借此来感谢议员甲各界齐心协助灾民。面对这摆风雨对台南严重的灾情，甲后续救灾重建的过程，台南市会特别制作一部影片，伫议会临时会开机头一天报上，除了予在场的议员感动甲议长屈丽丽嘛，因为情绪强讲不出话，借出来感谢所有议员甲各界齐心协助灾民重建。但是我希望我们台南能够在这次的风灾雨灾过后，能够更茁壮、更坚强。对风台到议会临时会拄好1个月，不过除了灾区受损严重，加上有淹大水，灾情的范围持续扩大，所以加远的复原甲政府委助拢也持续进行。透过影片的力量，除了感谢议员全力的投入，也希望唤起更较侪人关心灾区的复原，共同渡过难关。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针对台南的风灾，中央7月3日特别成立分家兰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进驻，6号头摆伫民治市政中心召开说明会，强调府下复原为做紧的受灾户，部分弱势一般户，9月底进前完成拆除的费用由政府专业负担。分家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伫7月3日进驻台南以后，除了甲市府开过3摆协调会，6号嘛针对这段期间的协作方案，正式对外召开说明会。会中除了说明加远复原为助金，台南的部分已经核准3918件，半付11亿以外。嘛，针对房屋的毁损、欠工欠料需要排队半冬的困境，中央已经积极买下133间营造厂，服务府下资格受灾户，
不管征收还是拆除，一定要赶紧申请。8月17号之前完成签约的话，行政院每户会再补助尾款2万块。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方案是这样目前的进度是这样子。那这几天呢，我们在办理的是到每个区呢去办说明会，我跟李梦燕副指挥官、还有李义德副指挥官，还有叶副市长，我们一个区一个区去跑，去跟里长、里干事来说明。所以已经跑了7个区的，剩下10个区还没有跑。那为什么是到区公所直接说明呢？因为这个前进指挥所除了指挥官、副指挥官、幕僚单位之外呢，我们特别任命呢，这是7个的区的区长都是区的指挥官。在媒合的这些所谓的营造的厂商，其实都是非常具有经验的，而且都是大型的厂商。那所以要跟我们的受灾户特别来说明，就是说中央有很多的挹注的补助的方案之外，其实找来的厂商都是优质的。那有些民众会说，收收的万一我小我会老的时阵，我要去对找人来我做售后服务。所以这部分市长也特别指示公务局，我们未来会有一个开口契约。来做2年的保固服务。在中央甲地方全力投入协助之下，不管灾民的慰助金、鼓励工班的补助，或是拆除废弃物，各区统一集中，由市府来负责清运等方案，都希望大大减轻灾后负担。台南新闻军籍张素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持续召开台南市风台灾后后办进度记者会，这回说明有关房屋修缮、拆除钢板危害以及政府补助甲灾民安置等问题。台南市风台过了1个月，一寡路树、路顶、电火条虽然拢修复完毕，不过伫个民厝受损的部分，目前嘛由中央甲地方积极来协助。每盒钢板进行房屋的修复，甲伫拆除等工作。目前每盒登记的有842件。除了绿色户的修缮部分，费用由着政府专业来负担。一般户部分，伫个修缮甲伫拆除嘛有补助。针对弱势的部分，我们也是很积极来处理哈。那我们在昨天的善款委员会已经有匡列了1.6亿哈，要来协助弱势户的修缮哈，所以。弱势户的修缮是不用付钱，我们就由政府完全来处理哈。好，那目前弱势户的统计大概是1097户哈。好，那实际有认养了北门、学甲、将军、七股、盐水哈，总共有129户哈，陆续在修缮中哈。好，那市府的部分大概包含公务局、还有公所、还有企业的认养，还有营造工会大概的数量是968户哈。不过目前也还在做调查当中哈，可能这个数量会没有那么多哈。除了修缮以外，那个拆除的话也能补助哈。好，那这边来进行一个宣导，就是一般户的部分，在8月17号，如果在跟政府完成媒合的部分有尾款的2万块，好，这个部分请那个住户可以进出来做媒合哈。好，那拆除的部分哈，这是新的哈，就是如果你要自行雇工的话。好，9月底拆除可以补助拆除费用2万块哈。好，如果是由政府来代拆的话，这个费用都由政府全额来负担。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申请的话，就不管是要拆除或修缮都有一些补助哈。不过它的适用的对象哈是有符合申请慰助金请领的一个受灾户哈。除了房屋的修缮，另外伫个修缮甲伫拆除期间，民众安置的部分。目前市府除了开放北门区2间国小临时的安置场所，另外民政局嘛启动灾民租用货柜屋的计划。只要是因为风灾造成大额部分受损严重，未领取租金补助的灾民，拢会用到区公所来提出申请。货柜租用的期间对今年9月1号到12月31，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市府统一来承租。由着政府补助大部分的费用，申请人每一季4个月只要负担8000块。若是低收入户或者是其他弱势族群，费用由着市府专业来补助。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
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落雨落袂停，落雨总算是出日头咯。近日普渡旺季的关庙面，厂商马上全力赶货，毋过根据着作业记录，对台南市风台过后，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实际上工只有8天，产能嘛减少3成外。南区气象中心嘛统计，7月份的日照时数是117.2点钟，创下历史新低。原本应该爱采满关庙面的集会场，受到天气落雨影响，厂商唔敢一摆往外口摕，趁着即马的好天气，工人赶紧骹手，甲一人一人的面摕去外口，要赶旧历7月份的普渡订单。因为阮这传统产业有无吼，无法度讲做甲无大量啦。加讲有无，阮咧拍有无吼，大概着透早含面盼的4点就起来拍嘛。8点开始救嘛，愈工开始上班的时阵开始救，嘛有限啊。台南市的雨拢无停过，根据着当地农会的作业记录，扣掉拜六礼拜，7月份是一个上工的天数无到1礼拜，毋过订单一直入来，业者伫兼顾品质的状况之下，全力赶工，调整出货顺序，新供应过来市场。我们的产值至少少了30%以上。那我们会尽量把台湾寺庙普渡的需求为优先的供应对象。那一些市面上通路的订单，我们就可能比较缓一缓。主要是我们在今年的7月份呢，经历了丹纳斯台风、尾帕台风，又经历了一次低压事件，还有7月底的豪大雨事件，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降雨日数居多，那当然了，日照时数就会减少了。南区南气象中心统计，台南市7月份的日照时数只有117.2点钟。前一站一天10几点钟，就落了300多毫米的雨量，造成侪地区拢有淹水灾情。只希望天公伯爷莫阁落雨啊，互生活量早恢复正常。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风采日本飞歌三浦茂峰的定安堂，受到赤城县水户市议会邀请前往参访。飞虎将军竟以来信杯，只是今生爱回去家乡，参加当地年度盛事水户黄门祭，也佮举办祭灵仪式，相当有意义。日本的水户黄门祭伫8月初2、初32天登场，热烈滚滚。受到日本赤城县水户市议会邀请，台南市议会议长区里里带团前往，连定安堂的飞虎将军金星嘛有参与。水户参台南市会当结做境外市是因为飞虎将军的关系，所以区议长认为讲安尼，就咱飞虎将军去较有意义。阮这个议长讲安尼，无咱就来跋杯，所以议长派民政局长来跋杯。为了将军非常欢喜，连引6个上杯。台南市甲日本水户市是姊妹仔市，持续伫历史文化等方面进行交流。这座行程嘛安排前往飞虎将军三浦茂峰的家乡，举办祭灵仪式，不少日本官员嘛出席，对着台南这一站风灾、水灾的复原状况表达关心。水户市的市长、议长、佮老议长、佮议员，足侪人士、地方的人士拢有来参加。为着要办这个八灵祭吼，甲所有银行内底规个拢净空，布置迄个灵祭的会场安尼。原本的参访日期天气预报讲会有风台接击，也毋过最后是无风无雨，顺利圆满，平安倒转来台湾，诚心诚意用日本清酒安坐，互飞虎将军继续伫台南展现神威。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
登记扫声讲话起因过程顶才看起来无啥严重的困扰，其实拢有可能甲声带功能障碍，也是脑后结构异常有关。生态病院透过局部麻醉的注射治疗，改善发声甲吞物件的功能，提供患者治疗的新选择。生态病院耳鼻喉部的医师洪尚佑表示，人的发声主要关键包括声带会用的正确来关合，甲着声带组织需要一定的弹性甲着高度。如果声带因为神经受损、萎缩，造成关合不全，就会出现讲话漏风等状况。严重者甚至造成吞物件困难，或者是呛咳，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过去传统的前话脑后手术必须要全身来麻醉，现在透过局部麻醉的喉部注射，就会用来治疗声带甲着吞物件的困难。在过去来讲，都是以这个全身麻醉为主的喉部手术，近年发展成为以局部麻醉来取代掉全身麻醉。那其实以注射来讲的话，可以分成就是看它的效用为何。第一个就是如果说是体积比较少的话，就可以增加体积，像是给玻尿酸或者是脂肪或者是一些生长因子等等的。那如果说是以减少体积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打一些类固醇在这个声带的病灶上面。那如果说是以这个肌肉这个迟缓不能或者肌肉过度紧张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这个肉毒杆菌素的注射来减少这个病患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那要怎么去选择这些注射的材质呢？基本上就是要看我们临床上面的诊断，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有正确的诊断。医师强调，局部麻醉的喉部注射，并不是一定适用所有的患者，对着无同因素所造成的吞物件困难。治疗的效果可能有限，需要经过专业医师详细评估个别病患的状况，才能做出适合的治疗。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半暝啊，想要食一份甜点，应该爱去对咧。伫高雄高山有一间日式火锅咖啡厅，营业到半暝啊3点，卖枣核布丁、跟冰淇淋苏打，受到袂少少年人的喜爱。藏身在鼓山巷弄中的复古小店，是高雄少数营业到凌晨3点的咖啡厅。一进门，仿佛回到早期日本大正时代，而店内的各式家具装饰都是老板海淘而来的古董，还能看见虫胶与早期留声机，就连店内的服务员都不是一般角色。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我们的外场服务人员跟我们的店面风格吧。我们外场服务人员其实穿着就是像我这样，那我们是设定在大正年代的女给，那女给这个是在大正年代的一个职业，在历史上其实都找得到，那它是所谓日文女给士的一个算是简称。对，那它其实是在大正年间，虽然以历史上来说，它带有一点点微微新三色的那种职业，因为有点像是类似现在台湾酒吧常会见的公关职业，对。但是当然我们这边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是因为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所以说我把这样的一个特色职业把它带进来。但是我们这里主打的还是以一个细致的服务跟温柔的陪伴。我们是以大正浪漫为主的吃茶馆这样子，那是尽量去复刻出，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很喜欢去日本游玩，那也很喜欢去跑一些老吃茶店，那就尽量去把它复刻出我记忆中以及我喜欢的那种日式老吃茶店的感觉。那我们的设定呢，主要风格是在大正年代，那我们就是整体是走整个大正浪漫的居家风格，就不会是像大家印象中就是那个时代和洋折中这么的华丽。那我们是比较偏向就是那个时期就是商户人家他们所会用到的和式跟洋式，比如说像灯啊，还有一些家具类，但是基本还是保有原本和风的那种基调这样子。不仅装潢充满巧思，店内的点心饮品也引起打卡热潮。招牌的昭和布丁不同于一般布丁的滑润水感，
绵密中带有些许硬感和弹性，与一旁蓝色的冰淇淋苏打搭配，让人感受复古的专属记忆。对，我们是从中午11点半开到晚上3点，会蛮推荐我们的那个 cream soda 跟我们的昭和布丁。因为 cream soda 的话，它其实本身真的是蛮可爱，虽然它是比较大家记忆中会是在比较昭和时期会出现的一个很可爱的汽水餐点，对，但是其实我们毕竟还是结合作为一个日式复古的风格，所以说其实是有把它结合进来这样。然后布丁的话是使用我们的日式硬布丁，那其实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扎实。总计巷弄感受旧日时代的独特魅力，全日制菜单也让人可以随时品尝美好滋味，也成了高雄的深夜好去处。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
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